好，咁首先喺度祝 STM 20週年快樂，希望你哋繼續發光發亮。除咗你哋發光發亮咧，仲要帶住啲小朋友發光發亮。我第一次睇咧，我感覺到不得了啊！點解一批小朋友可以咁有自信，同埋颱風咁穩喺個外邊做一啲咁大型嘅事咧，一啲都唔驚嘅喎，同埋好有自信嘅喎。其實我覺得咧呢樣嘢咧真係唔簡單，唔係任何人都做到。STM 就俾到佢一個平台啦，可能由細到大咧會見慣世面啦，喺呢一大舞台度出現過啦，面對住咁多嘅觀眾啦，同埋咧同時間咧 STM 俾咗好多經驗佢哋，呢樣嘢咧係其他地方咧真係俾唔到佢哋嘅。咁如果家長諗住咧俾啲小朋友報讀 STM 嘅話，提一提你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選擇，因為 STM 裏邊咧所有嘅導師啦，佢哋都好用心教導小朋友，佢哋咧令到小朋友喺正面嘅環境裏邊成長，得到好好嘅自信，咁佢長大後咧真係可以喺呢個社會度發光發亮，成為咧舞蹈界嘅指標，同埋咧一個成功嘅人士。由細到大接觸呢啲咁大型嘅舞台啦，同埋接觸咁多觀眾咧，對佢嚟講好大嘅影響，好大嘅分別。一來啦，令到佢哋自己好有自信；二來係自我肯定嘅。所以其實佢哋由細到大咧，會面對好多挑戰困難，佢哋都能夠咧逆流而上嘅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好多嘢喺 STM 學嘅，未必喺學校書本裏邊教到你。有句説話叫做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，STM 就俾到佢呢個平台，由細個已經對大舞台，由細個對萬千嘅觀眾，所以令到佢哋嘅成長咧非常之正面，非常之有自信。同一啲咧優秀嘅學員一齊，即係好似大家互相正面影響啊，正面推動啦，互相勉勵、互相支持，其實就等於咧你喺一個正面嘅漩渦裏邊咧，不停咁大家向上升，咁令到大家咧互相支持底下，互相學識自律啦，同埋咧亦都有一樣好緊要嘅嘢，成績好之外咧，學到一個好好嘅人格，呢樣嘢亦都係出面揾唔到嘅。